歡迎大家今日參加我哋嘅培訓。今日嘅培訓，我哋將重點介紹一啲簡單嘅溝通策略。呢啲策略可以等到我哋照顧失智症患者變得更加輕鬆積極。今日嘅培訓係我哋伊利諾伊州大學芝加哥分校同華仁持續合作嘅一個部分。我哋非常高興大家今日嘅參與。各位每一日都喺支持同照顧老人家方面起住非常重要嘅作用。今日嘅培訓目標都係通過學習有效嘅溝通方式，等到呢份工作更加順暢輕鬆。當我哋話帶住慈悲心或者同情心溝通嘅時候，我哋指嘅唔單止係用嘅語言，我哋亦都需要記住。呢個亦都意味住喺失智症嘅背後，佢係一個活生生嘅人，一個有感情、有個人歷史、有尊嚴嘅人。慈悲心或者同情心體現喺我哋説話嘅方式、使用嘅語調、我哋嘅面部表情以及我哋嘅內心之中。當我哋設身處地嘅理解對方，而唔係強迫佢哋適應我哋嘅節奏或者期望，我哋就能夠減輕壓力，保持信任，並使得我哋嘅日常護理活動進行得更加順利。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日討論內容嘅時候應該保持嘅心態。咁喺今日我哋培訓結束嘅時候，我哋嘅目標係希望大家能夠做到以下嘅3件事。第一係識別引發失智症行為嘅一啲常見誘因。我哋將討論哪些因素容易導致到混惑、沮喪或者激動。我哋第二亦都將學習到如何使用語言、肢體語言以及簡單嘅提示嚟更加清晰嘅溝通，減少挫敗感，並且建立信任。最後，你哋亦都有機會喺真實嘅照護活動中練習呢啲策略。譬如幫助某些人着衫、洗面，甚至乎喺跌親之後安全嘅協助佢哋。所以喺我哋等一陣睇完嘅短視頻之後，我哋會一齊學習一啲關鍵嘅溝通技巧，跟住進行小組實踐練習。咁喺我哋深入討論之前，我哋會睇一段來自香港嘅短視頻。呢一段短視頻係白話溝通，不過請大家觀察其中嘅肢體語言、語調以及簡單嘅提示如何支持雙方嘅活動。視頻亦都會突出我哋今日要練習嘅策略。屋企有患有認知障礙嘅老人家，其實對於長者同埋照顧者都有好大嘅挑戰。你有冇遇過呢一啲情況呢？媽，你去邊啊？哎呀，我去買生果啊！你今朝咪買咗咯，唔好成日話要去買生果先得㗎。嗱，你而家坐定定，唔好周圍去，因為表姨媽咧嚟陪你，同你去飲茶㗎啦。我趕住翻工啊！你唔好咁大聲啦，我好驚㗎。啊，好啦好啦，嗱你唔好周圍喐啦嚇。啊，仲有啊，因為表姨媽同你飲茶咧，你諗住着咩衫啊？着咩衫？啊？我唔知喎。係啦係啦，你來來去得嗰幾件嘅啫，我同你揀一件啦嚇。乜你咁惡㗎？我唔乖睬你啊！其實同患有認知障礙嘅老人家溝通，只要掌握以下幾個方法，就會變得順利好多㗎啦。首先，對話嘅時候要先稱呼對方，可以試下用佢喜歡嘅稱謂。你阿媽？嚇，文仔咩事啊？你嘅腳仲痛唔痛啊？好好多啦，唔痛啊！唔痛啊！你講咩啊嘛？溝通嘅時候要多啲眼神接觸，俾佢知道你正同佢講緊嘢，亦都要多啲笑容，保持態度溫和。喺適當嘅時候俾啲身體接觸，可以輕輕掂下佢嘅手臂、手背等等。保持說話簡潔易明，用簡單直接嘅語句，每次只係提問一個問題，並且俾佢有足夠嘅時間回答。媽，
今日我放假，帶你去公園行下。好啊，好啊。要善用實物、圖畫、文字、表情、手勢等等，令到對方更加容易掌握你嘅溝通內容。媽，今日涼咗好多啊，要着翻件外套啊。嗱，呢度有2件，你中意邊件啊？呢件啊。好啊，咁啊，仲有呢件咯喎。嚟。每次唔好俾太長同埋太複雜嘅指示，將步驟細分，亦都要多啲留意佢嘅非語言信息。適當嘅時候要俾多啲讚賞佢哋啊！我幫你，唔緊要乜嘢啊？咁樣，嗱，首先你左手伸嚟呢度，好冇？伸嚟係啦，呢度係啦，伸嚟呢邊係啦，好，隻手咧係啦，啱啦，隻手去 ，OK， 好啦，跟住嚟睇下呢邊嚇，小心啊，隻右手係啦，隻右手，好緊啊，係啦，好緊啊，唔得，緊啊，乜個心咁緊㗎？係啦，啱啦，哦，得啦，好叻喎！今日着得好快手啊！係啦，就係咁啦。最後記得唔好當面批評，又或者指出佢哋嘅錯處，亦都要避免同佢哋爭論啊！哎呀，死咯！我個銀包仔呢？我唔見咗啊！我袋咗喺度㗎。弊咗，唔知。哦，梗係個工人姐姐偷咗我嘅，見咁鬼靚，我唔會啊！又唔係點會唔見啊？個銀包你好中意嘅喎，梗係。咁我幫你揾下嚇。好靚㗎，紅色㗎。放心。係咪呢個啊？係啊，係呢個，我好中意㗎。咁我哋而家可以出門口㗎咯喎。其實同患有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溝通，只要肯俾啲耐性，用心去了解佢哋嘅需要，明白佢哋遇到嘅困難，就會順利好多㗎啦。良好嘅溝通確實係我哋護理工作嘅核心。我哋説話、聆聽同行事方式可以有好大嘅影響。佢可以等到人平靜、減輕壓力，並且等到日常護理更加順利。對於護理人員或者家務助理嚟講，佢能夠建立信任，並且減少患者嘅挑戰性行為。對於失智症患者嚟講，呢個能夠幫助佢哋感覺到安全、受到尊重同埋理解。當溝通順暢嘅時候，佢唔單止等到任務變得更加輕鬆容易，更加能夠增進我哋嘅關係。呢個亦都係我哋真正今日要達到嘅目標。幾乎所有嘅失智症患者喺某些時候都會表現出某些行為，咁呢啲行為實質上係一種溝通方式。有些人可能會反覆問同一個問題，其他人可能會焦躁不安，來回行嚟行去，或者係變得心煩意亂。有啲人可能會大聲嗌，拒絕護理或者徘徊，仲有啲人可能會退縮，似乎封閉自己。呢啲行為並唔係隨機出現，佢哋通常係因為患者冇辦法用語言表達自己，呢個係佢哋向我哋表達訊息嘅一種方式。所以我哋嘅工作係搞清楚佢哋想要表達啲乜嘢。接下來我哋會討論可能會觸發呢啲行為嘅因素。行為背後通常有原因，我哋可以將佢哋歸為3個方面：失智症患者本人、護理人員以及環境。首先，患者自身發生嘅事情，也許佢哋會感覺到疼痛、疲倦、飢餓、太熱或者太凍。佢哋可能會感覺到焦慮、沮喪或者無聊。其次係同護理人員或者家務助理相關嘅事情，我哋自身嘅壓力、健康狀況或者係溝通方式可能產生好大嘅影響。譬如語速太快，或者係一次性俾出太多指示，可能會等到患者不知所措。最後環境、噪音、雜物、
光線或者溫度都可能有作用。即使係一個好細嘅改變，譬如調低電視嘅音量或者調暗刺眼嘅燈光，都可能幫助某人感覺到更加平靜。因此，當我哋注意到一個行為嘅時候，退一步思考係有幫助嘅。患者自身可能發生咗啲乜嘢？作為護理人員嘅我，有啲乜嘢可以改進？或者係環境入邊有啲乜嘢因素？有時當我哋照顧失智症患者嘅時候，可能會睇到一啲令人惑惑，甚至乎係具有挑戰性嘅行為。與其立即做出反應，不如先暫停一下，嘗試理解行為背後嘅真正嘅原因。呢度有一個簡單嘅3步思考法。第一步，發生咗啲乜嘢？首先，只係描述你睇到嘅情況，例如患者是否拒絕護理，來回行嚟行去，或者係睇起身心煩意亂。第二步，為什麼會發生咁樣嘅事？嘗試揾出可能嘅原因，從3個方面考慮患者自身嘅原因，譬如疼痛、飢餓或者疲倦。我哋接近佢哋嘅方式可能有問題，我哋嘅語調、語言、肢體語言，或者係環境中某些因素，太嘈、太熱、太雜亂。第3步，你可以做啲乜嘢嚟幫助？一旦我哋估到個原因，就可以選擇相應嘅應對方式，也許可以使用平靜嘅語調給予安慰，或者係將任務分成小步驟，引導佢哋去做令到佢哋感覺到舒服嘅事，或者係對環境進行一啲小嘅調整。稍後我哋都會喺練習嘅環節翻呢個步驟。對於今日喺培訓度觀察嘅人嚟講，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可以指導你哋嘅反思。咁既然我哋知道咗溝通點解係重要嘅，而家我哋嚟睇下有效溝通嘅3種方式。第一係使用語言嘅溝通，呢個亦都包括使用簡單簡短嘅句子同埋俾出明確嘅選擇，等到對方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乜嘢。第二，非語言性嘅溝通或者肢體語言，包括使用你嘅肢體語言、面部表情或者輕柔嘅觸摸嚟表達溫暖同埋安慰。第三，我哋可以使用提示，呢啲提示可能係語言嘅、視覺嘅、觸覺嘅，幫助引導患者逐步完成一個任務。我哋馬上會一個一個介紹，並且可以提供你喺日常護理中可以嘗試嘅例子。有效嘅溝通係同失智症患者工作嘅時候最重要嘅技能之一。正確嘅使用溝通方式可以幫助我哋創造一個平靜、支持性嘅環境，減少困惑、焦慮同埋激動。第一，語速應該緩慢，講嘢應該清晰。失智症患者通常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嚟處理你講嘅嘢。喺俾出指令或者提出問題後，應該暫停5秒鐘，再期待對方嘅反應。催促或者一次性俾太多嘅指示會導致到挫敗感。換句話嚟講，我哋應該講一件事，跟住等待。第二，使用簡短簡單嘅句子，詞語越係簡單就越容易理解。與其講長句，譬如你肚餓嗎？我做咗早餐，我哋而家去食啦。不如嘗試用簡單同埋直接嘅句子。我哋要食粥啦。簡單嘅句子有助於減少混亂，同埋等傳達嘅信息更加清晰明了。第三，一次齋俾一個步驟，將你嘅指令分解成一個細嘅步驟，譬如企起身、停頓、扶住張凳。呢個有助於對方一步一步跟住你個指示，而唔係感覺到不知所措。第四，具體同埋直接，避免使用
模糊嘅短句，譬如我哋準備啦，或者我哋着衫啦。相反，準確嘅講出你嘅意思，譬如着上你件褸啦，或者刷牙洗面。當你講嘢非常具體嘅時候，對方就知道下一步應該做乜嘢，呢個都有助於建立佢哋嘅信心。第五，提供簡單嘅選擇。給予選擇可以等到對方有參與感，但係要保持簡單，唔好超過2個選項。譬如唔好問你想食咩早餐，而係問你想食雞蛋定係麥片。限制選擇可以減少做決定嘅疲勞，保持溝通嘅清晰。第六，稱呼對方嘅名並且介紹自己，呢個可以有助於對方認出你係邊個，並且保持安全。你可以話：嗨，李太太，我係 David， 我係你個家務助理。呢個小嘅步驟有助於佢哋集中精神，並且將你塊面同聲連埋一齊。第七，用安撫性嘅語言俾到鼓勵。你嘅語調同你講嘅嘢同樣重要。我哋推薦用做得好叻、慢慢嚟、冇問題嘅之類嘅短句。安撫性嘅語句可以減輕焦慮，幫助對方感覺到被支持，避免爭論或者責怪，或者話你點解咁固執之類嘅話。消極或者批評嘅語言可以好容易等到失智症患者感覺到不安。所以當你講嘢嘅時候，應該盡量保持簡短、清晰、具體同埋冷靜。簡單支持性嘅語言可以建立信任，同埋對更加流暢嘅日常護理非常有幫助。我哋嘅肢體語言可能比我哋嘅語言更加有說服力。我哋應該始終從正面接近佢哋，而唔係從後邊，以免嚇親佢哋。我哋應該用微笑或者用平靜嘅眼神同對方交流，安撫對方，而唔係皺眉頭或者係匆忙，可能等到對方不安。我哋應該動作緩慢，俾到佢哋時間跟上。輕柔嘅觸摸可以安慰到人，但係唔係為咗催促，係為咗表達你喺佢哋嘅身邊。記得唔係所有人都鍾意被掂，所以應該時刻注意對方嘅反應。提示係逐步引導患者嘅信號，我哋通常從語言提示開始，簡短直接嘅提示，譬如企起身、停頓、扶住張凳。家務助理亦都可以喺幫助患者做一個動作之前做好準備，譬如我數到3，我哋一齊企起身。如果語言提示唔夠，可以加上視覺提示，譬如指住張凳、舉起個牙刷，或者用相或者標誌，譬如喺個浴室門口貼一張馬桶嘅相。如果患者對單獨嘅語言或者視覺提示冇反應，可以用觸覺提示，譬如輕輕點一下佢哋個手膊頭，可以引導佢哋將個手臂伸入個袖度。或者你可以手把手教佢哋點樣刷牙。每一步之間都應該留出時間。催促可能會等到佢哋覺得沮喪，但係一次一個溫和嘅疊加使用提示，可以減輕佢哋個壓力，幫助佢哋感覺到安全。好多時候你可能需要綜合使用呢啲策略。最好嘅效果來自於將語言、肢體語言同提示結合喺一齊。對於着衫，你可以講我哋着衫啦，同時舉起件衫，指向個袖。跟住如果有需要，輕輕引導佢哋個手臂。所有嘅動作都應該緩慢，並且安慰話做得唔錯，慢慢嚟。對於佢哋重複問嘅問題，唔好一次又一次嘅回答。可以話係啊，我哋喺12點食午餐，跟住俾一張便條俾佢哋作為提醒，安慰佢哋，或者甚至乎可以引導佢哋去簡單嘅事情上邊，譬如摺下毛巾。咁樣你緩解嘅係佢哋嘅擔憂，而唔係問題本身。如果佢哋拒絕護理，可以俾到佢哋選項，襯衫定係冷衫。俾到佢哋選項，一步一步嘅引導，並且保持語氣
語氣平靜，冇關係，我哋慢慢嚟。綜合使用呢啲策略，有助於患者感覺到更加安全、更加受到支持，並且使得雙方都更加容易。你可能會一直使用呢啲策略，喺着衫、洗面、行走、轉移、食飯，甚至乎係患者跌親後。我哋今日唔會練習所有嘅情況，但係會關注幾個例子，譬如着衫、洗面同跌親之後嘅應對。咁樣你就可以睇到相同嘅溝通技巧喺唔同嘅護理環節係點樣應用嘅。呢度有一啲額外嘅技巧，可以使到失智症患者嘅轉移過程更加順利，壓力細啲。喺轉移之前同期間，用平靜簡單嘅語言解釋即將發生嘅一切，譬如我哋要企起身啦，我會幫你嘅。第二，俾出溫和嘅提示，譬如輕輕掂下手臂或者膊頭，有時比語言更加有效。當患者可能完全唔理口頭指令嘅時候，身體嘅提示可以溫和嘅引導佢哋完成轉移。第三，保持眼神交流有助於佢哋保持冷靜並且感到安心。第四，哪怕係好細嘅努力，譬如從張凳度推起自己嘅身體，我哋都應該給予鼓勵。第五，確保個地板係乾淨冇雜物嘅，動作緩慢。如果你有腰帶，我哋希望你可以用到佢，確保安全。第六，協同合作，例如一齊數1、2、3，咁樣你哋可以作為一個團隊行動。第七，如果你見到一啲不適或者疼痛，應該即刻停止。我哋應該保證安全永遠都係第一位。食飯可能都會等到失智症患者感覺到不知所措，但係平靜嘅溝通可以帶嚟好大嘅不同。第一，使用簡單具體嘅語言，唔好單止話食啦、試一下、咬啖蘋果或者飲一啖水。提供選擇，可以問你想食飯先定係飲湯先，可以俾到佢哋一啲控制嘅感覺。你都可以自己食一啖或者飲一啖嚟示範點樣做。如果需要，可以輕輕掂佢哋，引導佢哋個手，但係僅作為溫和嘅提示。注意觀察佢哋是否有吞嚥嘅困難，鼓勵佢哋細細啖慢慢食，保持環境安靜簡單，以便更容易集中精神。最重要嘅係等佢哋做佢哋自己可以做嘅事，支持佢哋嘅獨立性，即使係好細嘅方面，亦都可以建立佢哋嘅尊嚴同信心。如果發生咗跌親，最重要嘅事情係保持冷靜。對於失智症患者嚟講，跌親可能係好得人驚或者係令人困惑嘅事。使用簡單溫和嘅語句，譬如你好安全，我喺呢度陪住你，或者係檢查周圍是否安全，並詢問佢哋是否受傷。如果佢哋睇起身受傷，應該即刻打急救電話911。如果佢哋冇受傷，
有兩種方法可以幫助佢哋企起身。第一種方法係用張凳，即使你要逐步指導並且安慰佢哋。第二步係用身體協助，但係要保證雙方都係安全嘅情況下先會使用。我哋而家嚟睇一個短視頻，會展示呢兩種方法。你會見到平靜嘅、安慰嘅、緩慢嘅、一步一步嘅指導係點樣起到重要嘅作用嘅。當跌倒嘅時候呢，我哋需要做出有效嘅處理，而唔係淨係作出反應。作出反應就係講起身啦，或者直接拉佢起身。但係呢個並唔係正確嘅做法。我哋嚟睇下點樣先係正確嘅做法呢？首先，我哋過去安撫跌倒嘅人啦，幫佢着好鞋，再扶佢起身，幫佢綁好鞋帶啦。呢度我哋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啦，就係放張凳喺佢身後，以便佢哋自己調整好位置，轉動身體。提示佢哋跪喺地上邊，幫佢哋利用支撐物撐起身，然後再轉身。我哋可以通過口頭提示或者身體嘅接觸嚟引導佢哋正確咁移動身體嘅方向，盡量舒服咁坐低。第二個選擇呢，就係踎低自己嘅重心，以便更安全咁扶起佢。同時，我哋要求佢哋將手臂盡量緊貼住身體，前後移動背部，積聚力量，喺你嘅幫助之下，成功咁企起身。一旦確認對方冇受傷，我哋首先應該係用張凳，亦都係我哋今日要練習嘅方法。首先要將一個穩固嘅凳放喺佢哋個頭部附近，跟住安慰佢哋：你好安全，我哋慢慢嚟。跟住指導佢哋擺成手同埋膝頭哥喺地板嘅姿勢，鼓勵佢哋一次一細步，中間有休息，引導佢哋爬去張凳度。將雙手放喺張凳度，跟住慢慢推起個身，直至可以安全嘅坐低。呢個可以等到佢哋保持控制感，建立信心，減少恐懼。如果對方冇辦法爬行或者推起佢哋自己嘅身體，你可能需要提供更加多嘅幫助，但係前提係你哋雙方都係穩定且安全嘅。你可能需要踎喺佢哋嘅身邊，將佢哋嘅手臂收攏，跟住一齊轉移重心。如果喺任何時候佢哋表現出恐懼或者抵抗，請暫停並且提供安慰，跟住再繼續。冷靜嘅語言同耐心係關鍵。喺我哋進入今日嘅練習環節之前，等我哋花啲時間回顧一下今日嘅重點。第一，行為通常有誘因。當發生某件事，退一步思考3個方面：患者本人、護理人員同環境。第二，使用冷靜、清晰同埋簡單嘅溝通，你嘅語速、節奏同埋你講嘅嘢同樣重要。第三，嘗試綜合策略，同時使用語言、肢體語言同提示，咁樣層次性嘅幫助可以等到對方理解並且感到支持。最後，耐心同埋安慰非常重要。喺任何情況下，安全同尊嚴都係第一位。喺下一個部分，你將有機會喺小組中練習到呢啲策略。練習嘅時候，請注意你嘅語言、肢體語言同埋喺邊個時候使用呢啲策略，佢哋係如何影響你哋嘅互動嘅。